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好运动时间到了，大家准备好嘛？来哦，然后抬头挺胸哈。大家一定有众多的身体的问题，其中的一个呢就是骨质疏松。怎样的呢？减少骨质疏松，特别都瑜伽教室啊，学生爱来到教室学瑜伽，去了之后同我讲，老师我骨头都硬呢，我骨头很硬呢。他说哇，太棒了，骨头很硬很好，表示没有骨质疏松。其实关节啦、筋啊、肌肉啊都硬到无生发，骨头硬越好哈。跟也还怎样的呢？避免骨质疏松呢？好，做练肌肉的力量。好，你看，一鸣老师有肌肉哦。好，做练肌肉呢，跟手的肌肉、脚的肌肉同样啊。脚的肌肉做练大腿四头肌，人家大腿呀、脚呀大腿四头肌减少个肌肉肌肉唔拉啦练特别人讲咩，脚个天的心脏，你脚无力啦，至少你心脏无力，行路行唔远啊。也系玉美老师呢，我教大家所有的运动呢，就无参瑜伽安尼对安尼瑜伽的姿势，你看安尼可以放起来转过来，安尼可以放起来，有嘛？安尼可以放起来，全部用到安尼大腿的肌肉的力量。故说呢，也玉美老师教大家，脚踢前面的脚，脚的前面要呈90度，脚前面90度，也后背一只脚可以来到一条的肌肉。有嘛？你可以来到一条的肌肉，你先安尼向，也系所有嘅瑜伽姿势都方呢，对那个大腿四头肌跟那髋关节帮助最好的动作，所以做英雄姿。乡亲朋友，假使讲冇办法安尼企唔稳咯，唔等呢，不用等，你就等呢都顺畅，你就等呢天数，不用多呀。就老人听书讲，那个肌肉啊，可以训练到，天天的你看到加强了慢慢的吸气，放起来，放起来，张开式呢，板凳呢，你就可以坐凳、起凳，慢慢的吸气，你按你起凳，跟大腿四头肌的动有力，你将会起也好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吐气，转来。哎呦，脚动酸，再按呢，你再慢慢的练各位吐气的时候脚下去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吐气的时候脚下去，慢慢的转来，停到呀，我停一下时间，停下时间，各位呢，身体都呀，吸气，给后背脚伸出来。各位你做变化啊，你们吃的都很无聊啊，慢慢的吸气，对呀，数的呀，这样慢慢的吸气抬起来，你停到压抑马个动作平衡呢，做人家肌肉，大腿肌肉的力量，对呀，慢慢的吐气，加强了人家数量了呀，安尼，安尼都停的时候，人家肌肉。我非常的吃力，慢慢的吐气，转来，很酸哦，慢慢的吸气，假使讲呢，做简单版的呢，你做数板凳呢，然后你训练你去改个肌肉的力量，跟右脚到前面做后面呢，那弯，右脚向后推，弯左脚。乡亲朋友，一个动作除体可以讲加强肌肉预防骨质疏松。一个动作是最好的动作，可以让人家大腿四头肌，各位人家规个肌肉的增强，这个样的力量各位老去产生燃烧这个脂肪你就可以，那脂肪太多了没，肌肉太少，就可以按你练。同样踢吸气，
吐气，不用向上。天一小下背脚伸出来，安尼呢，甲下迄脚趾头，甲下迄脚趾头安尼着地呢。好，你假使讲安尼迄简单些，手叉腰，好，慢慢的打开来。好，吸气，向当行，要是看难了，看实力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你一直等的都顺畅不能负担的。好，慢慢的放轻松。你调息一下。好，吐气，站来。好，也是安尼练大腿四头肌。好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各位加强髋关节，非常非常好的开胯英雄姿。好，听伊的动作呢，安尼脚右脚到前面。好，安尼呀，后背脚要弯起来。好，慢慢一直数。好，吐气。好，安尼动作呢，就是要延展。好，安尼大腿的前面那个肌肉呀。好，安尼吐气。你可以的话，唔是办，好，你就不用了呀，也还不用了呀。好，反正来去呢，你给数停到呀哈。好，你可以的话，安尼吐气。好，安尼往后增加两个灵活度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转来。安尼这一身好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弯脚了。好，左脚放到了。好，同样啊哈，同样加下个动作安尼。好，后脚弯曲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你可以胸片，你可以唔是胸片。好，你该讲胸片的话，最好参加玉美老师左片左脚，然后右片你可以反过转来一片。好，慢慢的弯曲。好，安尼停到也没做得。好，停留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转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你呼吸调一下，慢慢的坐定了，调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乡亲朋友，要在动作动强，好，动强的意思就讲，就是非常的有能量哈。各位做起人就鬼神的汗，一下就鬼神的汗。好，个听伊的动作呢，你前面你看下哈，一只脚90度。一只脚90度，脚尖踮起来90度。你知道讲，肯定讲，3个90度，第一个90度，第二个90度，第三个脚转直角就超的，你就停到呀，头吸气跟吐气，各个脚强强的离地，一小离开一些嘞。好，慢慢的着地。好，再来呀，离开一些嘞，吸气。好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转来。同样啊，右左脚做右脚，记得冇乡亲朋友90度，哈，后背脚90度，脚掌筋90度，个挺胸，抬头挺胸，哈，坐，给安尼姿势稳定以后，慢慢的离地，安尼发呀，要大腿动有力，好动有安尼能量，好吐气。好，慢慢的转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才安尼做2个动一年咯，做1刀，好一片3刀停留，你就会鬼神的汗，你就知道哦，脚硬来硬有力嘞。好，但是你冇办法安尼做呢，你有一个单的呢哈，可以本老乡亲朋友讲一种单的呢，以后让用天数负担的。好，你负担单的哈。还唔会按实力，哈，也有初阶版，哈，初级的，哈，中级的，进阶。你假使讲安尼，负担单呢，也系负担别，哈，负担那个面床脚啊，做得，哈，骨下来半蹲，哈，蹲多也去，哈，好，过踮脚，好，踮脚，好，踩，站，好，一只动作要动强哦，哈。深蹲啊，半蹲啊，本来就是练大腿四头肌动好的动作。
好，再来啊，往思维向下背，来到海沿头诶，好，骨下来。记得啦，乡亲朋友，脚趾头唔好安尼，脚趾头唔好超过脚趾尖，膝盖要往后，臀部往后，安尼哈，好，蹲颠，安尼迄时候迄唔免呀，大腿的肌肉动有力，蹲颠踩上，好，按胸哈。可以重复做啊哈，来，往后退，蹲、颠、踩、上，哈，蹲、颠、踩、上，改到啊，蹲，骨下来，哈，内脚面，放下去，放起来，哈，你发现讲，安尼通常呢，本日大腿哈，引来引有力。好，改到哈，蹲、颠、踩、上，啊，乡亲朋友，聊一下咯，休息一下，也去英雄之当强，好，各位个大腿也规个参烧起来样啊，大腿在燃烧，充满了能量，好，故说也休息一下，调深呼吸。